多謝大家收睇《九龍城寨之還原》。相信你哋可能睇過近期有關九龍城寨嘅電影，對呢個傳奇社區全盛時期入邊嘅神秘文化深感好奇。透過呢部短片，我哋就想帶大家窺探佢嘅歷史，從晚清嘅起源到二戰後點樣演變成三不管地帶，再發展成舉世聞名嘅建築奇觀，以及全球人口最稠密嘅地方。事不宜遲，等我帶你哋穿越150年嘅時空。九龍城寨位於今日九龍城賈炳達道公園入邊，佢嘅面積大概係4個足球場左右，只有2.6公頃。而呢個昔日著名嘅地標，今日已經淹沒成為一個大公園嘅一部分啦。九龍城寨喺1847年建成，係晚清政府防禦海盜同外國海軍入侵嘅一個軍事設施。喺九龍城寨仲未建成嘅1840年到1842年間，中英政府已經發生咗第一次鴉片戰爭。及後嘅1860年咧，又發生咗第二次嘅鴉片戰爭。喺呢兩次嘅戰爭裏面咧，中國嘅清政府都戰敗，導致要割讓香港島及九龍半島。所以九龍城寨從未趕及喺戰爭中發揮佢嘅作用。喺往後嘅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之後，清政府將新界租予英國99年，但條約明確規定九龍城寨仍歸清廷管轄，中國官員可拟各司其事，形成主權飛地。然而喺條約中，唯不得同保衛香港之務備有所妨礙嘅模糊條款，埋下衝突導火線。1899年5月，英軍以鎮壓新界抵抗運動為借口，強行進駐城寨，驅逐清廷官兵並沒收武器。雖然喺清廷抗議之後撤出，但從此清廷實質喪失管治權，城寨裡面嘅居住人口亦都隨之減少至幾百人。所以中國政府不能管，英國政府不想管，香港警察不敢管嘅三不管局面，早喺呢一個時間已經形成咗。喺1941年起嘅3年零8個月裏邊，日軍佔領咗香港。當時日軍為咗擴建九龍城寨附近嘅啟德機場作軍事用途，需要大量嘅石材，所以佢哋下令拆毀城寨原有嘅城牆，埋下二戰同內戰後人口爆炸式增長嘅伏筆。喺1950年代到1970年代，國內嘅政治環境唔穩定，出現咗大量嘅難民湧入香港嘅情況。呢啲新來港嘅人口製造咗大量嘅房屋需求，令香港政府無力應對。當中有唔少人遷入咗三不管嘅九龍城寨，令到城寨嘅人口從50年代嘅5000人增加到70年代嘅1萬人，及後更暴升至80年代高峰期嘅5萬人。試諗下，要將5萬人遷入4個足球場面積嘅細小地方，唯一嘅方法就係增加建築嘅高度同埋密度啦。所以喺80年代嘅發展高峰期，城寨嘅樓房高度高達咗14層，而且建築物嘅數量亦都超過咗300幾棟，贏取咗2個唔太光彩嘅世界人口密度第一同埋黑暗之城嘅稱號。有個同樣稱號嘅地方，相信只有位於日本長崎市對開嘅軍艦島啦。雖然以今日香港嘅居住環境標準嚟睇，80到90年代九龍城寨入邊嘅生活空間、公共設施同衛生條件都係完全唔能夠接受嘅，但係裡面嘅居民咧卻開設咗士多、新鮮食品製作同埋糖果加工廠、街坊經常聚腳嘅茶樓、冰室、男女賓理髮店、幼兒園、街坊福利會、傳教會，同埋不計其數嘅醫務所同埋牙科診所。呢個獨特嘅社區令到一群從50年代湧入嘅城寨居民有咗一種安居樂業嘅歸屬感，甚至喺度開枝散葉，養大咗佢哋嘅下一代人。雖然隨住香港準備1997年回歸祖國，以前三不管嘅治安環境得到咗改善，但係港英同中國政府都喺1987年同意宣布開展清拆同居民搬遷計劃。就算有少量居民唔捨得離開城寨呢個家同埋社區，清拆行動都喺1994年順利完成咗。從當年開始，謎一樣嘅九龍城寨就從香港人嘅視線消失咗，成為咗我哋嘅集體回憶。
九龍城寨嘅歷史話俾咗我哋知，香港過去170幾年嘅發展，從來都唔係一帆風順嘅。外敵嘅入侵同不穩定嘅政治環境，會令我哋流離失所、喪失自由。但係城寨居民嘅生活印記話俾我哋知，香港人係從來都唔會俾艱難嘅環境擊倒㗎。所以喺今日，踏住前人腳印嘅我哋，要好好嘅建立一個強大安全嘅國家，同努力建設一個美好嘅社會。再見。